记得张玉清经常要到上海来，主要是维持医院里向的事体，采购药材、医疗器械等等。想不到今朝路浪向意外的碰到了露露的外婆，一定要你拾到屋里向来，实在熬不过你，所以吃子夜饭、邻子乡子啊都来着。现在客堂里只有阿婆和露露娘三家头，现在台台刚刚啊都十分亲热。阿婆啊，雨清啊，阿拉上月没碰头了。是呀，侬个身体看上去还是蛮健个。身体嘛随上也毛，年纪都不是呀。哎呀，雨清你是也30岁的吧？是的，按身高了讲，到现在还没成家。未婚身高，我是晓得的。侪是你个露露孩子男子，而是那么李大结婚这样，你们差不多还身高噻。阿婆啊，嗯，我到现在还没成家，跟露露没关系。哦，一我是太忙，两呢，到现在我还没碰着合适的人。搿句定下去，分碰到合适的人，然后他想我心里头一个人，搿个人如果介绍给你，非但还了解那个心愿，而且还为你屋里牵那个情。哦，你讲不合适的人了是吧？阿婆心里头有一个，搿个人介绍给你嘛，他那称心的满意。哎，随了个些辰光，真正的世君走来着。世君每日的来回去要去吃真正的，这次嘛在送礼回州来。现在到门口是一口门，哎哟，屋里向有客人吧？屋里有客人啊！雨清听见搿条声音嘛，浑身一凛，露露回来了。对外头一看，大正来一个人，身浪向一件紫红颜色的旗袍。我今朝不应该来，我和那露露已经不关系了呀，而且今朝排队是了你个娘家没有起过尴尬。别个对露露一看，其实你比宋仁还要年轻，还要漂亮。露露啊，你那不老个你，真正一口是雨清哥哥们开心的细脚跳起来。雨清哥哥，原来是侬！一声雨清哥哥，等是让张雨清从误觉当中清醒的。这个世界上叫我雨清哥哥的，只有真正妹妹。现在一看呢，果然是你。那自家的印象里，那真正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想不到自家的艺术发展，那个是个标标致致的大姑娘子呀。真正妹妹，雨清哥哥，雨清哥哥认不出侬了，我当时是姐姐回来了是吧？人家侪讲我的姐姐老像的。到有点难为情，现在看来背地立好一个小伙子马上发出与侬闲话错开。真正啊，侬后面这位先生是？真正是得意呀！雨清哥哥，你当初我还是小姑娘了，想不到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非常大方的陆世君介绍了给雨清。雨清哥哥，你叫沈世君，是我的。旁边阿婆已经坐起来哦。哎，雨清啊，各位沈先生们是你真正的同事呀！哎，经常到你屋里来白相的呀。世君一听嘛啊，我妻子们便是真正的同事来着呀。真正的弄不懂，阿婆啥个意思啊？世君明明是我男朋友，哪讲是我同事呢？又想插嘴，哎呀，一声阿婆也不开心的，所以只好先答应一声。哎，真正啊，阿婆，雨清是我们请得来的啊，今朝没有死了你不理解。哎，你看嘛，你死了罗里上房间喊着啊。真正听见他雨清哥哥也蹲了屋里10两年，哪非开心的？连侬雨清当自家亲生阿哥一样看待的，所以啊，南京分动已经安排好子。阿婆啊，让杰明下来，等侬后客堂讲讲。没好吧？雨清哥哥就到外面住了亭子间，侬讲好吧？哎，好个，哎，雨清啊，你看那喊着啊，好个呀，外面的我最要好了。今朝夜里向就住那个亭子间里。好个。真正想，虽然刚刚分讲清爽，世君是我男朋友，但是行动上要表明这个一层关系的，所以寓意很深。世君，那雨清哥哥三次拎上去呀。沈世君是个老实的，
心里向有点不适意，面孔浪分露出来。现在真正三度这样差哩，你当我像男朋友这样吵，心里都蛮开心的。所以相知一提，上扶梯们忙中亭子间里一放，真正的雨晴也上来着，动作蛮快。罗杰明上浪向的皮带整顿一揪嘛，忙着世军手里一塞。世军，这个拿下去，叫妈的杰明上铺一铺好，再拿清爽的皮头拿上来啊！拿皮带整顿一整下扶梯，一下扶梯进一条三角龙，搿么搿条三角龙。那么是在前课堂，再过一手门门就到后课堂子，但是刚刚踏进三角龙，只听见有两个人辣讲着。妈，侬刚刚啥个意思啦？世军明明是真正的男朋友，侬哪能讲是伊同事呢？真正要不开心的呀！非是真正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啦。哎呀，我是真心讲的呀，我辣辣想。你搂起雨晴的心，你哪会得清呢？我现在想侬真正嫁给了雨晴，不是两全其美哇！什么的？世军一听，母你有啥样想法了呀？妈，侬这个是一厢情愿，侬要问问真正的世军的意思噶。对个，我倒真正不会同意的。再讲了，我觉着世军这个小伙子。人还是不错的，巴木倒是适合办。人不错嘛，有啥用场的？那么再说，现在雨晴已经做至医院里向的院长了，你一个真正将来搞不利呀，不会吃苦的。真正是不会答应的。你现在么是不答应？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叫你答应。算是接下来这个世军啊，不好再夹了里向的。什么的？叫我非要夹了里向。妈，我总归觉着不大好。阿拉真正欢喜的是世军呀。对个，真正欢喜的是我呀。真正现在么是欢喜世军。我老太婆接下来自有办法让你欢喜雨晴。就说沈世军听到该当，脑子里红一来。我有想不到阿婆有这样的想法，你要戳个雨晴打真正啊！呀，我非要夹了里向，我还不知道。刚刚叫人我辰光，是我们是真正的同事。说阿婆你甚至搿条心了呀！何必杀破天君，失了神，心头等日路分。真心遗憾，你情我愿托终身，待等一朝时机到，并蒂花开要结婚姻，怎能够陆地有阳配雨晴？那老年人失去后童话，欲意撇开我沈世君，恩爱情侣也两里分恨不得冲到里边把里边，又想冲进去，哎呀妹妹姐，宋思想定一定心，真正对我有深情，他绝不会几时起比了心。
精神，两人相悦激动心。一想我的说，真正爱我，我欢喜你，更说还好。我觉得是现在该搞什么？疯子个皮头身头精气嘛不大好，围上去搞你不好。我有那么大办法呀？倘若此刻身相违，定如惊动两位那女人，他们知道我默默无言爱里听。但是真正让我去别说，不相为必终不成，不许故意吃干身。这个项目总不要出去，说家出去娘多了别再讲我去。对，所以活龙把个伯母前面的被子放在哪儿啊？一米10，一米人打进课堂给真正娘一眼史军官但不太太眼睛眼睛杀杀人手非相着我里皮头最过来嘛如清爽干不离史军啊今朝侬辛苦了啊这个屋来回过身来再进三角龙一步一步上扶梯不晓得顶子间里还出事气质真正侬两个弟弟弄得乱七八糟的么子虽着勾人们杀杀牛里电灯瓦特子海头里向寻到的灯牌后还灯了亮着不晓得天下来的辰光不到心加一笔对那个地浪向痛得了非常爬得起来于清看见还要这个因为自家医生要求侬真正护理到上衣了叫你个马子塌下来自家呢拿着锅巴灯地浪向一望冒成上头一头我真正两只脚放了自家大腿浪的汽水大力慢慢叫了浪路真正啊于清哥哥侬看侬就是不听闲话后灯泡搿种事体嘛让我来做侬看现在受伤了吧真正是难为情的嘞但是你还是比较吃硬的于清哥哥侬是阿拉屋里的大客人搿哪能好叫侬做事体啦哦哟阿婆刚刚明明说我是自家人哦现在变成大客人了真假哎今朝于清哥哥倒有一桩事体要问侬侬问好嘞刚刚这位沈先生那两家头真的是同事啊真正是面孔啊红着想本来交代书卷的辰光蛮大方的把了阿婆一大头嘛反而弄得发啥子叫我哪讲呢搿于清到底30岁的人子啊现在看真正面孔啊红出来嘛一家苗头就晓得我晓得了伊是侬的男朋友对吧于清哥哥看得出侬蛮欢喜伊呢对侬也蛮好的真正哎侬眼光不错啊于清哥哥侬也觉得伊人不错对吧一看就是个老实头哎搿么问侬伊做啥个事体啊伊是机械工程师南京人倒是蛮老实的纸里向一面讲一面水里向发定路到阿模样哇哎呦啊侬看看叫还痛吧哎都不痛了呢于清哥哥啊谢谢侬吃么是得吃几吃了的辰光搿史轩讽刺个皮头针的扶梯浪上来刚吃到门口把你才看见搿脑子里轰一来啊侬到两个来做啥说自家亲热刚刚我对阿婆讲得蛮清爽要侬真正的告不张于清内心的呢真正还是这样想法脑子里一片空白搿手里向个皮头针头弄不了两手一松个皮头针头扑了脱得到自己了真正看见他史军来了门跟随各种别人们吓得令我怀着立起身来眼神得里叫着不晓得叫为是痛呀立起来的辰光温了问
顶毛子前头一冲，雨晴要紧过来，我整整一舞。这个是一个衣裳非常自然的动作。嘿，就说世君看了眼睛里，只觉着心里想舒舒得来。你张雨生的激进了，阿多难来舞啊！应该我舞呀。今朝么这个王德伟杀出这个陈家军，阿婆这样的想法，流浪向会发生这样一幕。那么世君啊，你龙龙清爽，对于那次发言这样。海我们不周身来，不能等扶起了下去嘛，离开自个家。狗西的王真真，几该家也难过，眼里要出来着。雨晴也觉得不好意思，没正当一桩事体呀，让那世君我位子，不得真正添麻烦，就有劲安慰真正。真正，侬不要难过，我家沈先生是个明白人，如果伊真心爱侬的说话，侬带你解释一下，马上没事体的。好了，侬不要哭了，不要难过了啊！真真想，雨晴哥哥讲得对的，搿事体总归说得清爽个呀。努力上铺一步喊的，回到自家房间去。那么雨晴看辰光为早，要想下来搭把母聊聊天，最到给他一看嘛。阿婆，哎呦，爸母啊，那到现在没困觉？哎，你困得还啥个呀？哦来，坐下来。哦，你来么正好跟你讲讲吧，讲得一半呀。啥个事体啊？你讲啊，到现在分身家，不合适个人，是吧？哎，我不晓得个。你心里嘛，随浪想你个搂搂啊对。一种三娘嘛，你看见是背要打你搂搂逼的，哎，看人家三娘嘛，总归不你搂搂哈，啊是个，所以不欢喜噻。阿婆啊，搿个里向啥个原因，我倒还是看不清楚。我搭你讲，世界浪向不一是一样的人的呀，而是，那不过闲话也说出来，真正有辰光呢，哎，差不多了，还有个，那阿婆心里带有个人心呐，搿个人讲出来嘛，嘿。肯定哈，来自那个心有嘛，百内称心的满意。搿句啥个意思啊？阿婆，哎，侬，我跟你讲，哎，你个真正，你觉得哪？不比露露开玩吧？真正嘛，当然是个不错的小姑娘。不错，阿不做主。哎，谁侬真正搞不来？是俺们来自那个心有之外。听见搿句话也吓个了，想起刚刚流浪向的情景，沈世君临走辰光的表情，真正与气化难过。想不到阿婆啊，你甚至搿条心啊，搿是会受得落。像凳子浪向有大王一样人，啪窜起来，阿婆，侬千万不能搿样做啊！我跟你说，听你不可以啊！你用不着啥激动呀，把人窜起来，你没上得来，阿婆头里一混得来，坐下来。哎呀，当你讲呀，那家，搿种闲话侬不能瞎讲的呀！阿婆哪瞎讲呢？阿婆称心实意惯。阿婆啊，侬不晓得，真正啊是我的小妹妹呀！哦，阿婆。是我配后头，真正大我大狗狗，看他从小来长大，与那许做东巴差不多。我与露露相离神，看电影当木楼，他对象想你把跟上我，想水儿把我一情投，你情情念念互相懂，昔日一丫头一张大30
面飞那风。这是现在真正不是已经有了男朋友叫沈思君了吗？啥个男朋友那份哈如我讲的是你真正的同事呀。虽说男朋友们一分订婚，阿婆按上天不答应们，你都哪会成功？那定是按上天阿婆我来帮你做主。不，我千万不能再能做的。那我们保上了。与心爱的生儿分许的空哦，大须间给女应得应与公，心灰意来没内红。狗儿大须间终身大日也贼痛，真正的心女我只想沈世君虽是他的未婚夫，怎让他送他复职再从到阿婆的心意我深感激，我为心一动，温良已如哈内动，到那日登当北极你拉走侬放心，我将来一定会成家的。好了，辰光不早了，那早点休息吧，我要上楼去了。像我们张玉清回到亭子给我困到上了，那是为困着的了。等到上廊向飞来覆去，脑子里想吃意，送起的露露大半有辰光的一幕一幕心情。我到露露水才水，真正看了你个当中，可是几乎口味。想不到今朝半段，你已经吃了到标标之之，而且今朝的男朋友也打出来的。今朝因为我的出意，已经影响了你的沈世君的关系。那么我给他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最给他，我啊绝不能再来。这样一想，心情慢慢就平复下来，对得到正对郎啊，到困啥子？那么那套呢？一场是太太纠察半呀。你想得美好，这样一来嘛，真正搞不来张玉清你妈为子那个人，嘿，想不到张玉清回头的格格来了。好说噻，现在年纪轻的人的想法了，你也弄不大清楚。这场吧，我为阿王猜你个吃力不太哈子。哦呀，但不一样说，非今朝的事体，弄得你个真正的不开心啊！真正的大家不开心。为的气啥？气世君特是一气，特不相信自家为何吃醋。那么你啥去实干的？谁是因为爱我呀？你欺负得我的其他男人亲热，搿单不能怪你的。想到起，门家人不是气的。真正去过天真啊！你认为世君是个懒着头，而且非常非常爱自家。从当时一夜天过去。门在吃着晚的辰光，你会得来寻自家的，不晓得分类。当时夜里向交接结束，会得来追自家，还分类。一日不见，两日不见，三日不见，今朝已经第四日这样。那么真的急躁，内心的谁是为此该桩事体从此不理我吗？现在的真正人了做了小事，干了小事，心不在意。眼睛们里出现个一眨一眨，侪是世君的面孔。心里自家问自家：难道你两高头有个性，谁实干不开一句吗？
子上天。沈世君啊，沈世君，我现在跟你的事情，你肯定个位置，根本你杀气不来问我的，你的哈，到只是那一嘴的，你啥个意思啊？等我分析啊，等到我清爽的呀，真正越想越气，越想越难过嘛。沈世君，是公来真的是这样的人，我一辈子不想看见来着。哎，你不想看见朋友的来着，哪位来么？沈世君离开之后讲，几日天下来，这个人叫发哥，心里想他没咋猜长，夜里困不着，夜里吃不落。耍弟们，我本来想得蛮简单，但真正两家里，眼眼把头到了，几乎好个事体，半路上黄洞里杀出这个张雨清，也不为啥想法，而且看见都上清清的一幕。不过世君心里晓得，
真正的三姑娘绝不是朝三暮四的种人，肯定里向有原因。并此几日天了，并不然子。今朝到真正的相士间门口，对里向一口门，只有真正一个子什么行了，500个人都没好。鼓足勇气达到里向，到里相士间门前，真真听见声音，对抬起了一口门。史君伟，开心啊！但总算来寻我在，但是口里面孔尴尬，头发蓬松，两只眼睛通红，这2日肯定分困害了。哼，啥人叫你不来寻我不啦？7万分下来，所以语意拉抬你。有啥事体吧？你看啥面孔是为了动气的？我想和你谈谈。口里紧张的来，此问题了发抖呀，了欧汉子。啥辰光？今天晚上您上完课之后，我们就在那边咖啡馆坐着聊聊吧。杨小姐今朝身体不好，我用不去上课的。今朝不上课啊，可是机会没好。那么下了班之后，我们就一起吃晚饭，好好谈谈好吗？可怜我骨头了后山上支出来，挂上南瓜烂着对呀，今朝能够来寻我已经不容易着，哪得有点不舍得着。啥天到外头去吃饭啦？妈今朝烧好了，我最欢喜吃个糖醋排骨，我是回去吃饭的。啊？吃饭的机会不拨我吧？回头的格格里里。可是看上去你实力铁子心也搞不长于心，只觉得个人心肝烂的子。好吧，那就算了，不就是那样子。妹妹叫，真的想不落呀。对你妈妈，我跟你寻开心的呀，不就是那一嘴的，寻开心也听不懂，真是个戆头。啥算了啦？侬到啥地方去吃饭啊？不记得我高里在饭店里去吗？我到淑慧家去吃饭。为啥不到阿拉屋里吃啦？这糖醋排骨不是侬最欢喜吃的？我这样来的呀，你要来嘛要熬得上的。我是啥么子啦？阿拉屋里向又不是没来过，还有难为情了。我们呢，这2天啥天不到阿拉屋里来？来了也是多余的。多余？哪能多余啦？怎么不是多余啊？阿婆不是说了，要把你嫁给张雨清吗？原来阿婆的闲话把你听见噻。侬听到我答应伊啦？我跟侬讲要嫁给雨清哥哥啦。说你是没说，不过你们2个人在一块儿那么亲热啊，谁看见了都要误会的。我跟你亲呀，可不是嘛？你们拉拉扯扯的，拉拉扯扯，那实力为止该桩事体。世君，侬这个人的高头是啊？怎么了？搿天侬下去调皮头，顶子盖灯坏脱了，我调灯泡，跳下来的辰光不当心脚扭伤脱了呀。那么雨清哥哥，伊是医生，伊对我是接手呀。侬认为做啥？要好啊，要好么踩手啊没踩脚不咯？侬这戆头！哈？我到底让医生哦！哎呀，我想得着罗大去的。世君，说明侬一眼不相信我，侬一点都不像男子汉。哎呦，看上去全本我会的，但有点不算啥了。搿子小时代情不是情，努力2只手抓了。那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好了。好嘞，不算啥腔调啦。下班厂门口等我啊。哟，恨不得喊上得令哦！水一送白猪山来蹦蹦跳跳，出气是呀，这个样子也能有。不晓得真正一些些，搿人一奔就来嘛，搿张面孔结露影子。真真，今天你们家吃晚饭我不能去了。啥去啦？刚刚家里打来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让我马上回南京去。马上就回去啊？是啊，叫你马上回南京呀！不晓得你们回南京，该大发生天翻地覆的事体呀！到底呢哈？要听听我现在南京特别。